细汉拢会互阿公带去迄个小吃部啊，所以开始做音乐的时阵。非常直接的写的物件，就是台语歌。第一套学的就是电脑的编曲的软体，所以自然伊内底的声音拢是电子的较侪。想要看清这世人的意义，好歌声再起，已经放弃再转去这条歌，三二一。英语甲台语会当押韵。啊，个人家甲做伙啊，啊，对，袂感觉讲足奇怪。对，我是感觉安尼是就有趣味的，而且较好记就对啦。因为你会当记你记会牢的所在。对。